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蘇文健律師 Albert， 中國律師考試班嘅課程總監。除咗中國法律證書課程之外咧，唔知大家有冇打算挑戰自己喺半年之內嘅時間考取中國律師資格呢？考取中國律師資格比考香港律師嘅門檻有所不同嘅噃，只需要通過一個全國性嘅筆試，再加上1年嘅實習，就可以攞到中國律師執業嘅資格㗎啦。如果喺執業超過5年之後更加可以喺無需 PCLL 嘅途徑底下再考取香港事務律師資格㗎。你話你對於中國嘅法律完全冇概念嘅話唔緊要，因為我哋嘅課程係由零開始。我哋嘅導師係會帶領你點樣可以快速通過呢個考試，務求致力令到你通過評核為止㗎。呢個機會係一個職業上嘅新嘅機會，亦都係轉換另外一個跑道最好嘅方法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嘅內容立即登記呢個課程，亦都可以獲取免費嘅學習資源。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提升自我嘅絕佳機會啊！立即登記，開啟你嘅法律之旅。